你看我啥你个的？你这咋个体能制作你了？啊妈也死了，看手了。姑把这日语懂了嘛？每个老母子那个给他分堂喝的。嘎，吃猪来都把写上老名字嘛。啊的，把字没了没逻辑性了，没那字啊。我来进哪里也乖乖哦。啊，我来进了，没法子拿了我来进了啊。那大佬的哥嘛说他收10斤，那个嘛我来斤贵嘛。大陆里说10边你闲了啊，没法子他那他妈咱们那床14多1块钱一百哟，你换了10边，这不骗你的嘛？啊，那个鸡巴牙又丢了嘞。哎，哥你说不通哦。是你说不通哦，把那女刀。来了，我的说了。哎，老赖，你来干了？现在老李吵我们呢，老李吵你咋的了？你自己咋来了的？这把姑妈姑自己来干了吗？姑妈说那个活的，干了把西餐子咋的黑钱没呀？干了只把去下来子啊，你下来去的，那你姑姑还顾自己来干的，你洗丢自己来着？哦，行了。老李啊，那高中怎么去了？5块钱了，你去我那老李去。哦。老李啊，老李，你还想说你的？请问你用高中怎么去这里的？边上还有路呢，就老李弄大街我走路说个牛子。老李啊，老李说走路这等蛮牛去呢。哦，行了，这该是个标对的了，把它多切小的搞。你看这怎么蛮牛的呢？回家，回家不吃。你刚才做的几个吃的，可能得在这给自己。